最近呢 Facebook 有一單呢關於賽道活動發生意外要求賠償嘅事件，作為一個成日玩賽道嘅人呢，我覺得我有必要講翻一啲正確嘅認知，俾之後落嚟參加呢個賽車活動嘅朋友知道嘅。首先喺任何賽車場玩，你都要遵守賽道嘅規則，同時你身處中國境內嘅賽車場，你係要承擔翻中國內地嘅法律責任嘅。唔好以為賽車場係一個私人地方，大家簽咗免責協議就可以肆無忌憚咁樣傷害他人嘅財產同埋身體。但係又咁講，賽車係一個非常之高風險嘅競技活動，有碰撞、受傷、財產受損等等嘅事情呢，都係無法避免嘅。同時我希望大家抱住一個參加一項運動嘅心態進入賽車場，保有翻運動精神，請尊重他人，同時保持合鄰里嘅價值觀。如果你諗住喺賽車場度亂嚟當碰碰車咁樣玩呢，撞到人哋令到他人嘅身體受傷及財產損失，只要涉案金額超過5000蚊人民幣，被撞人係可以向當地法院提告嘅。但係咁，被撞人係要提供證明，證實對方係有重大過失或者係故意先可以嘅。咁咩叫重大過失呢？上一次廣東麻涌賽道有一個女仔喺賽道逆行，同對頭車相撞，逆行嗰個呢一定係屬於重大過失，係可以入稟當地法院進行追討嘅。追討嘅內容係可以通過一般性侵犯人身財產權條例入稟民事訴訟索償嘅，追討醫藥費啦、返唔到工嘅費用啦、車輛損壞嘅賠償啦。但係喺刑事嘅層面方面呢，如果過失導致他人人身受傷達到重傷級別，係可以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導致死亡，就係過失引致他人死亡罪，就更加嚴重噶啦。所以真係唔好以為賽車場可以亂嚟，每個人落場都係要為自己同埋他人負責嘅。至於喺上年2024年10月24號，中國車手程濤先生發布咗一個影片，係有關於佢喺上海天馬賽車場同名為 B 先生嘅車手發生碰撞嘅事故，然後 B 先生入稟法院要求阿濤生賠償嘅，並且係一審嘅結果，車手濤生呢係敗訴嘅。咁依家濤生嘅律師已經通過申請上訴噶啦，咁我係會繼續留意嘅，因為我都想睇下上海松江法院嘅判決係點對民法典入邊嘅內容進行解讀，之後落嚟嘅判決可能係對賽車運動嘅指導性案例，結果係可能會對成個賽車運動帶嚟好重大嘅影響嘅。咁喺片中阿濤生話涉案嘅 B 先生呢，疑似重複索賠，疑似提供虛假證據，疑似敲詐嘅行為。咁我哋都係要等阿濤生同佢嘅律師喺二審或者再審先可以知道有結果嘅。先唔好講 B 先生嘅手段係點樣，有冇品，但係申請民事索償係每個人嘅權利，每個人嘅觀點同埋角度都有唔同，我唔喺呢度評論嘅。但係我希望喺呢度再重新講多次，賽車係一個極限運動，你選擇得落場玩賽車就預咗有碰撞、受傷、財產損失，甚至乎死亡等等嘅事情發生，而產生嘅後果呢，大部分都係要由你自己去承擔嘅。當然，如果你俾人撞呢，你係可以補救追究嘅權利。因為我真係見過有啲仆街主動去撞人哋嘅，但係受傷同埋財產損失已經形成咗啦，呢個都係一個事實。同時你有絕對嘅權利選擇落唔落場，幾時落場，人多定人少嘅時候落場，選擇同有或者冇賽車認知嘅人落場，落邊個場，呢啲都係你嘅權利。好似喺珠海咁，當然啦，珠海係要有一定嘅經濟能力嘅朋友先玩到啦。珠海任何嘅電單車駕駛者落場之前都要通過考試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已經有賽車證嘅呢，就唔需要特別再去考啦。目的係為咗減少不必要嘅意外發生。雖然冇辦法判斷駕駛者嘅人品，但係確保咗唔會有人喺場中間停低啦，橫切出去呢個白線衝出賽道啊，逆向行車等等嘅低級錯誤發生嘅。咁如果你經濟能力冇咁強嘅，又或者係對一啲大型賽道你覺得比較驚、覺得比較危險嘅，咁你可以選擇翻一啲小型嘅賽道去打磨你自己嘅技術。對於啱啱開始玩賽車嘅朋友呢，反應能力冇咁好啊，咁細啲嘅場地能見度亦都比較高，速度比較低。如果下一隻彎有人發生意外嘅話，你都會比較容易見到，同埋你有多啲時間去做對應嘅，意外都可以減少，損傷都可以減少啲。咁當你技術越嚟越好嘅時候，再去大場玩呢，喺細場嘅練習經歷同埋規矩會令到你更容易融入呢個大場嘅環境，咁你又玩得更加開心同埋安全。我哋冇辦法去提早認知身邊人嘅人品或者價值觀係點，我哋只可以去提醒自己尊重他人，同保持合鄰里嘅價值觀，做好自己。相信作為一個有常理嘅成年人，大家都做得到嘅。意外係冇人想見到。祝大家玩車愉快安全，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